再来看行政院证实讲，代替的董事长要由现任的台湾高铁的董事长陈公远来接任哦。高铁的董事长是由现在的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苏德来接任，因为苏德无任何交通相关的经验，受到质疑。外界嘛批评讲这是空降到后写。交通部长陈世凯早起是表示讲，待行政程序完成，会正式来对外说明。待遇要提升。代替产业工会代表七十早起伫行政院门口开记者会，呼吁都要上任的代替董事长陈公远，会当甲治理台湾高铁营收的经验带来代替，嘛希望新的董事长会当针对员工的待遇等等来做改革。台铁的人的待遇却是远低于高铁的时候，我们认为郑董事长第一个应该做就是来提高我们夜间工作的津贴。那代替台湾高铁嘛传出人事变动，行政院的人事证实。代替董事长这个位要3个月了后，会由陈公远来接。陈公远今年71岁，是交通大学交通运输研究所的博士，捌做中央航空董事长等等的职务。2014年做台湾高铁的执行长，今年2月接高铁的董事长。那高铁董事长是由现任的政务委员苏德来接。苏德今年55岁，捌做文化部长、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董事长等等的职务。长久以来关注文化的领域，不过伊的成绩嘛袂少。真正捌表出伊伫个文化部长的任内，开会时阵请在讲咩，嘛无任何铁路的经验，去外界质疑讲是空降后写。不管是台铁公司或者是高铁公司的这个公司治理，好，那在程序走完之后，我就会正式来向大家来报告。因为去年2024年代替公司化了后，头一年得了137亿9千万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加上30年票价无调整，嘛扩大亏损，这嘛正做陈公远上任了后头一个挑战。若苏德无交通的背景，煞做高铁的董事长，交通部长陈世凯真低调讲，等待行政程序完成，才阁正式对外来说明。公司新闻台北新北报道。